好，我哋再聯絡，拜拜。最近有好多親戚朋友打電話同我傾偈，原因係佢哋對我上次介紹嘅順輝康養好有興趣。如果你都諗過北上安老，但又唔知點樣揾到一間好嘅安老機構，我有3個 tips 俾大家。第一，要揀港資公司管理，大部分係港人入住嘅項目。第二，一人一間房，房間數目要係100間以內嘅精品式項目。第三，樓下要有商場、酒店，隔離最好有埋3甲醫院添。而我今次介紹嘅係順輝另一個全新模式嘅港式安老社區俾大家。呢個公園係咪又大又靚呢？點解我帶你哋行公園？因為呢個安老社區就喺呢度，佢就係順輝嘉華6星級康養中心，而呢一邊就係可以用到香港醫療券嘅中山市中醫院。順輝嘉華位於中山石岐市中心，附近就有香港直通巴士站，1程車就返到香港。樓下就係濕地公園，日日喺度散步，好寫意㗎。呢度仲將會有香港風情街同美食街，係真正嘅港人生活圈。呢個項目係由全港資公司順輝康養策劃管理，佢哋主張全新嘅自由安老生活模式，長者1人住1個大單位，呢種安老生活連棒哥都讚㗎。順輝康養係專為香港人而設嘅自由安老模式，你就食飯瞓覺自己話事，有乜頭暈身㷫，即刻有人同你服侍啊！咁嘅養老方式梗係爽啦！順輝嘉華2月8號開始登記入住名額，單人單位每個月平均5000幾蚊人民幣。成功登記，你仲可以揀喺3年之內延遲入住，名額只係得50個，仲唔趁早入手？有興趣就掃呢個2維碼，留低姓名同電話，向順輝預約參觀或者查詢啦。